鸳鸯姐姐，青锁姑娘深夜造访，可是有何要事？其实青锁早就知道你来府上了，可是我一直被大司空关了起来，这会儿还是趁着侍卫打盹才偷跑出来的。青锁姑娘，先喝口水，慢慢说。姐姐，大司空他有事情瞒着我，今天终于给我探出了究竟，可被大司空发现脱不了身了。姐姐，这是10万火急，主膳和夫人正是派奴婢过来探望姑娘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青锁姑娘，你说得清楚一点啊！鸳鸯姐姐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说，可姑母她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就算拼死也要帮助姑父姑母的。要是以后真有那么一天，你一定要帮我求求姑母放过我的夫君。青锁姑娘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说得清楚一点啊！袁青锁，深更半夜你跑到客人房里讨扰，成何体统？还不跟我回去！我不走，大司空。你终究是个奴婢，居然不求得我的允许，就大着胆子与夫人私会。这里可是大司空府。奴婢知罪了，请大司空恕罪。是我自己来看鸳鸯姐姐的，跟姐姐无关。住口！给我走！走！姐姐。宇文佑，你放开我！主上，连个人都看不住，再出差错，本大司空不会手下留情。是，主上。还有你，别想逃出去坏我的事。真是很累啊！没想到你倒是个会做戏的材料。这第一步总算是做完了。鸳鸯为人乖觉，姑母却不是省油的灯。我要是说得太清楚，反倒容易让人怀疑。倒是演了这一出，鸳鸯一定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肯定会快马加鞭回去禀告姑母。严婉这一边以为得到了什么消息，一定会有所举动，到时候宇文护就会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，又猜不透状况，又不敢贸然行动，皇上的危险暂时降低了。你也累了，早些歇息吧。外面指不定有多少眼线在盯着大司空府呢，皇上那边还是早些联络到位好。一旦出了差错，全部心血可就白费了。我会尽力的，我只有这么一位皇兄，我断断不会让他出事。你今天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脸上有花了吗？我在看我府里深藏不露的女诸葛。青锁，你若生的男儿身，可不知会是个让我多头疼的对手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都是些小聪明罢了。时候真的不早了，你再不出去，难免会被他们怀疑的。宇文佑，你还是不要对我抱有希望，没有希望，也就不会有失望了。你我只是做戏吗？
我真的怕再被别人伤害。但是我不能否认，在我的心里，对你已经慢慢改观了。玉，殿下，殿下，姑娘不能去，让我出去，我一定要找到长工。姑娘，你不能去啊！洛云，长工，你真的去了周国吗？你误会了，不是青锁姑娘，不是她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对，我知道。我去了周国，弄清楚了一切真相，只有一件事还不是很清楚。这个为什么会在你那里？这……你不说也罢。长工，戒指是夫人给我的，我知道这是小莲姑娘的东西，也是你最心爱的东西，所以我没敢告诉你。我中了妙无阴的计，是妙无阴伤了我。我本以为我可能活不了了，所以才拿出这枚戒指，想叫你去找青锁姑娘。你知道母亲并非青锁所伤。我并不知道，可是我有所察觉。长工，你不要责怪夫人，夫人也是为了我好。你好好养伤吧。长工，我还想对你说一声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上了妙无阴的当，在汤里下了迷失心智的药丸，是我太自私，本想这样就能留住你的心，可谁想到这样反倒害了你，迷惑你的心智。长工，你要想办法，快点配制解药。不要再说了，天底下没有任何一种丸药能够锁心，能让人锁心的，就只有情爱二字。求殿下不要责怪云姑娘，她心心念念想的都是殿下。自从云姑娘醒了，就一直喊着要去找殿下，告诉殿下青锁姑娘是清白的，姑娘并没有要害殿下。我并没有喝下那副汤药，所以一切都迷惑不了我的本性。我当时假装喝下了那副汤药，然后就把它吐了。原来你早就已经知道了。当时我只是觉得汤水里的气味有些许不对，后来我跟踪你才发现你去见了妙无阴，我才知道汤里面下了乱人心智的药物。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？后来见你性情反常，我还以为你是……或许我只是想发泄一下罢了。长工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该结束的也都已经结束了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啊，鸳鸯姑娘，参见楚总管。鸳鸯姑娘怎么站在这里呢？鸳鸯在府中留宿一夜，不晓得大冢宰夫人会不会责罚。鸳鸯想着还是赶紧告退为是，奴婢告退，请代为禀告大司空。哎，你这伤，要不用过早膳再走吧？主上，果然和主上想的一样，这个鸳鸯匆匆忙忙的就跑了。更大的风暴，只怕就要来了。当真如此？奴婢不敢撒谎，奴婢见到的就是这些。青锁这丫头，只怕是闯下滔天大祸了。闯祸的不是袁青锁，不是青锁，
会是谁啊？是宇文邕，他想玩，寡人就陪他玩玩。这里稍微再瘦一点。这儿怎么会有那么多留白啊？找个好看的花绣上。是，真是让人操心。阿庸，书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你如此迷恋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？婉儿，你若嫁进大司空府，怕是要吃苦的。阿庸何出此言？想我宇文邕武不能武，朝不能朝，就只会看看书、游山玩水。我严婉的夫君不用上朝，逍遥自在多好。就是我还在为婚事头疼。哦，哪里让你不满意了？我让他们马上去办。啊，倒碍不得他们的事，只是婚礼上的饰品，婉儿还是举棋不定。饰品？要说别的嘛，大司空府可能没有，可珍宝饰品，大司空府可是数不胜数。尤其我的书房内，哪一件不是价值连城？你随便看，看中了拿走便是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这会儿，在我的眼里，谁能比过你呢？那我就找找看。那我就等着看看，什么样的宝贝才能入你的法眼。哇，好漂亮的珠链啊！婉儿，这个……大司空有这么好的东西还藏着，难不成是觉得婉儿带不得？带得，带得。那明天婚礼上我就带这个，到时候一定比青锁妹妹嫁进来的时候还要威风呢。四弟果然威风。参见兄长。拜见大冢宰。兄长怎么不派人通报一声，小弟好准备迎接？不必了，听说袁青锁又犯了错，寡人过来看看，谁给了这丫头这么大的胆子，肆意妄为。兄长，小弟跟青锁只是拌了2句嘴，并无大事。兄长何不坐一坐？小弟马上叫夫人出来。慢，不想打扰你们这对未婚夫妻，你们就好好待在这里，哪儿都不要去。等我问清楚缘由就回来。是，兄长请。怎么还没来？青锁！青锁！青锁！哎，你给我下来！你怎么回事？姑父，我是活不下去了。你说，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姑父，可还曾记得答应过我的诺言吗？说吧。宇文邕，他确实找到了镇魂珠。当真？是我亲眼所见。如果姑父还能遵守你的承诺，既往不咎，放我夫君一马，我就告诉姑父镇魂珠藏在哪里。还用说吗？我是看着四弟长大的，不会害他性命，自会找时机让他与你双宿双栖。多谢姑父。镇魂珠，它就在……哎呦，我心里慌得很。大冢宰他……哼！哎呦！把燕婉给我抓起来！大冢宰！
在那种时候，谁能分辨得出是我手里的镇魂珠发出的声音，还是岩碗珠链上的珠子发出的声音？只怕岩碗都以为是他的珠链上发出的声音。只要他中计逃走，我按住镇魂珠，声音不再发出，就不会有人知道。这是你我之间的一招险棋啊！难得你刚才那么镇定，你不知道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难得你如此聪明，想出这种一箭三雕之计。倘若宇文护没有发现破绽，那么他的心思就会集中在如何捉拿岩碗一事上。要是宇文护在岩碗那里发现破绽，以宇文护的聪明，轻易就会猜到当时镇魂珠就在书房里，因此也会把大部分心思放在搜查大司空府上。相比之下，皇上那边的压力就会小很多。向来我宇文邕看女人的眼光从来就没有错误，为什么早先竟然没有发现你的心竟然九曲玲珑？现在就算是拿江山跟我换，我也只想把你留在我身边。宇文邕，我做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你，你何苦？是啊，我只是你灭门仇人的儿子。宇文邕，我知道，你所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周的江山，为了皇上与我无以为报。大胆言婉，既然得到了镇魂珠，为什么不赶紧告诉我？仙子恕罪，我只探听到些许消息，不能证实真假，所以不敢禀报仙子。现在连元清所都能证明镇魂珠是真的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既然镇魂珠是真的，婉儿自然会双手奉上给仙子。算你识趣。这珠链就先放在我这儿，随时听我的命令。这段日子，你还是暂时不要回大司空府了。可是，明天就是我跟大司空的婚期了。婚期？你潜入大司空府盗取镇魂珠，还被宇文护察觉。你想想，就算是你这个时候回去，宇文邕还会要你吗？宇文护还能放过你吗？我劝你还是别做白日梦了。你听我的话，好好藏起来。终有一天，宇文邕是你的。是。主上，还是没有找到严姑娘的下落。依属下猜测，她怕是出城了。主上，需不需要派人去她的家乡寻找？先下去。是。大冢仔果然是气度非凡。此时居然还能坦然自若，稳如泰山，你就不怕本仙子带着镇魂珠跑了？寡人能安排仙子里应外合，自然就不怕仙子携带镇魂珠逃走。大冢仔还真是信得过我妙无音啊！要说信得过，倒不如说是寡人和仙子不谋而合。你是想当天罗地宫的公主，而寡人
要做大周的皇帝。哦，不，远非如此。寡人要做这个天下的皇帝。仙子需要一个一统天下的王，而寡人需要一个能打开天罗地宫的公主。这不正是你我之间的约定吗？大冢仔威武霸气，我妙无因没选错人。不过既然大冢仔如此英明，那大冢仔倒是说说看，这珠链上珍珠无数，到底哪颗才是真正的镇魂珠呢？仙子有何高见？当初大冢仔把元清锁放置在大司空府，无非是想要查找镇魂珠的下落。现在镇魂珠已经在手，那就没有必要再留元清锁在大司空府了。大冢仔何不将元清锁带出，辨认出真正的镇魂珠之后，杀无赦，免留后患？哦，怎么？大冢仔还想留着元清锁？如今大冢仔震慑朝纲，是大周朝堂如玩物，或许不急于打开天罗地宫，可镇魂珠与离殇戒尽在我手，我可是有些迫不及待了。谁？到底是谁？为何大冢仔府里会有人有如此好的身手？你是谁？为什么闯进来？有贼啊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点来人呐！不好了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不好了！快来人呐！难道家人好好安排后事？是。您快想想办法呀！世上的工人已经死了第3个了。今天太医局给奴婢的回话是，前面2位世上死去的工人都是暴毙，可为什么暴毙，太医们都不肯说呀？还不住口！退下！罢了。从今日起，不必弑善。皇上，皇上，万万不可！皇上，朕不想朕看着无辜的人再为朕去死。皇上，可这善事……退下！皇上，都退下！这个宇文护恶行昭昭，这是将朕向死路上逼。皇上放心，大司空此时一定在筹谋救援皇上。至于膳食，奴才一定能找到无毒的膳食。四弟也有他的难处，更何况他还有清锁要照顾。夫人小心啊，别把帕子剪坏了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儿我还是会做的。陛下，你说这帕子绣得这么精致，会不会是我以前的手艺啊？这帕子绣的是十分精致，不过呢，是不是夫人的手艺，奴婢不知道。这中央的缝线是主上的手艺，婢倒是清楚。你说这帕子是宇文邕缝的？是啊。主上那页拿着针线，就像奴婢拿着刀枪一样，横冲直撞。
不知道被扎到多少次呢。缝到了很晚，奴婢看到都要笑死了。可是，我还是没能想起自己的身世。到底怎么办？可大冢宰府的监视这么严密，难不成就真的与皇上通不上消息了吗？婉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阿勇，你是不想见到我吧？婉儿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不必对我强颜欢笑，也不必对我说这些话。你心里怎么想的，我清楚得很。我怎么都想不到，我一心都在你的身上，可我在你的眼中不过是一枚棋子。你为什么不反驳？如果你反驳，说这一切都不是你的安排，也许我心里会好受一些。婉儿，我劝你还是快些离开这里吧。这里到处都是大冢宰的细作，万一……你不必担心我，我没有性命之忧。更何况，你也是嘴上说说罢了。什么时候，你真的担心过我？婉儿，即便你对我这样冷漠，我还是忍不住要喜欢你，忍不住想把你抢到自己身边，忍不住要跟袁清所争风吃醋。我为了嫁到大司空府，为了跟你长相厮守，我什么都愿意去做。可到头来，竟是这样的结局。但是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婉儿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好，那我说说该说的。我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，袁清所为什么会那么轻易地告诉我镇魂珠就在你的手上，而你偏巧就那么不小心，将镇魂珠放在书房，那么轻易就能找到的地方。我现在才明白，这都是你宇文邕和袁清所设的局。为什么袁清所在你心中贵如珍宝，而我在你心中却贱若尘土？阿勇不喜欢我也就罢了，为什么还要阳奉阴违，答应纳我入府？婉儿，你扪心自问，你嫁入大司空府，只是因为喜欢我吗？那袁清所何尝不是为了完成大冢宰的命令？我本想嫁入大司空府以后，就是你的人了，以后生死相随，再也不会出卖你。可是阿勇你……罢了。这里本就是是非之地，你要是嫁给我，也是所托非的。我知道你的心，可我的心已经由不得我自己了。婉儿，听我一声劝，与其留在这里受苦，倒不如离开这儿，去过你的太平日子吧。宇文邕，你就这么绝情吗？你就不能试着喜欢我一下，一下也好？我说过，我的心已经由不得我自己了。你还是走吧。宇文邕，宇文邕，
我言婉，在你心里，真的就那么一点位置都没有吗？若生在太平之时，或许可以认你做个妹妹。可现在，婉儿，你只能怪自己所托非人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跟袁青锁是不是能双宿双栖，过上好日子。主上，去宫里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。打探到什么？咱们的人在各个通道都守护了2、3天，宫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皇上身边的侍卫都换成了大仲裁府的人，主上安排的人根本靠近不了皇上。这个宇文护。哦，对了，主上，我刚才好像看到严姑娘往后院去了，这是……糟了！严婉，夫人，你告诉你们家主上，明天让他一个人带着镇魂珠到碧落崖来见我。那里是山崖，我若看见别人，就把袁青锁推到山崖下去。走，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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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上，夫人呢？夫人被阎王劫持走了。他说让你明天一个人带着镇魂珠去碧落崖找他。袁青锁，你不是很得意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也会有今日？等一会儿你的宇文邕来了，我要当着他的面杀了你。你认为宇文邕有那么蠢吗？他是不会来的。怎么？你是说你的命不值得大司空到碧落崖来一遭，还是你怕死，不想让他来？我的命本就不值什么，现在镇魂珠已出现，我的命就更不值一提了。宇文邕府里的女人无数，他又怎么会为了我孤身犯险呢？住口！你已经得到了宇文邕的心，他为了你，甚至可以不惜一切。你还在那做出一副落落寡欢的样子，真是让人恶心。看到了吗？这是一包上等的迷药，只要阿庸能来，我就会把他迷倒，然后把你推到山崖下去，我就可以和阿庸过上双宿双飞的好日子。想跑？没那么容易，你今天死定了。严婉，你这是何苦？你已经是众矢之的了，现在还在这里堂而皇之的挟持我，难道你就不怕被人知道吗？就是你这张楚楚可怜的嘴脸，迷惑了阿庸。我今天要画花你的脸。宇文邕，少骗我！我在这儿。严婉，就算你画花了他的脸，我也会一辈子守在他身边，照顾他，陪伴他。你果然来了。宇文邕，你快走！他设下了毒计，就算你来，他也不会放我走的。你走，我就杀了他。你就这点伎俩？伎俩？你可知道我叫你来此的目的？我知道，你要我用镇魂珠来换青锁。你放心，我没带任何人来。宇文邕，你还不快走！你可要换他？镇魂珠不在大司空府，就算镇魂珠真在大司空府，事关天下安危，我也不会拿镇魂珠来换青锁。不过，我人在这里，随你的便。你这是何苦呢？你给我住口！宇文邕，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，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。那你呢？你口口声声说你是真心喜欢我，为了我可以无怨无悔。可这个时候，我宇文邕加上一个镇魂珠才能换一个元青锁，看来我在你心里也不过如此。不是的。既然不是，那我相信你放他走。除非你跟我走。我是不会跟你走的，要杀要剐，我都会跟他在一起。你怎么下不去手？
看来你的良心还没有坏到可以灭天绝地。青锁，你们两个居然联合起来骗我！你要的是我，放他走！宇文耀，要走一起走。他现在已经疯了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青锁！雨暗花的泪在心上不断敲打，错过的我们又白了发。你离去背影徒留孤独的天下，梦一场，爱恨秒成伤，模糊了初见时的模样。心痛等待，你的轮廓触痛了哀伤。可惜交错的目光望断了天涯。你这个傻瓜，你赶紧放开我！你还有翻身跃上去的可能，不然我们两个都会死的。青锁，抓紧我！这一世。青锁，宇文耀，你赶紧放开我！你没有必要陪我一起死。你以为我没有想过要放开你吗？可是我做不到啊！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如果你不信天，那么你可以相信我，宁可死我也不会放开你。青锁，抓紧我！可是，真的吗？青锁，我知道，我只知道，你把我变成了一个傻瓜。我已经不知道该怎样计算是否值得。你就是有这样的本事，让我明知道不应该，可是却没有办法。宇文耀，对不起，我总是让你生气，现在还连累你跟我一同赴死，对不起。我怎么能害死阿勇？我怎么能害死阿勇呢？这里山高路险，掉下去必死无疑。不行，我要去救他，我要去救阿勇。青锁，你终于醒了。勇，我们活下来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，我们没有死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幸亏崖下是一片湖，山崖上的树又帮我们挡了几下。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还好。你总是问我受没受伤，你受伤了吗？你受伤了，你别动。用这个，你舍得吗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有什么事情比你的伤还重要？还伤到哪里了吗？我看看。啊，
如果这是一场梦，我宁愿永远都不要醒来。我终于知道，在你心里有我的位置。我不值得你这样。值不值得由我说了算。冷吗？嗯。